各位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，来看7月27礼拜一开出来号码0716192432，这16连续开2期。来顶一期7月27，抓10粒无出牌号码，10粒拢无出来吼，过关。继续来看7月28，淡遮提供10粒无出牌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01、06、08、10、13、14、21、27、31、35、01、06、08、10、13、14、21、27、31、35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感谢收看。